大一颗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鸽子蛋吗？太好看了。这很贵吧？那给未来妻子的礼物，那必须得贵啊。只不过刚刚想在餐厅给你，但那环境吧，怎么都觉得是给客户返点。你这返点我可不敢要，违反公司制度了。是我说那么好看一戒指，你不打算戴上试试吗？不用试啊，肯定特别好看啊，这还用试啊？绝对超美的。当然我看了呀。不是，它主要可能现在这个 size 有点不合适。我手指头变粗了，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相信我，真的变粗了。戴一下又不会断手指。会断的。你给我个理由来。太贵了。这是什么理由？这是求婚戒指，求婚戒指就应该贵啊。没到时候呢。那什么时候才到呢？你不知道。不是丫头。别逼我好吗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。行，那你既然不要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留在我身边跟垃圾也没什么区别，我现在就丢了。嘿，我真丢啊！哎，你象征性的拦我一下，你能死是吧？啊！哎，这么小气呢？你这个人，我就是没想好。我想好了，主动管你要，行吗？不要生气了，行吗？我陪你去买芹菜吧，我们回家做芹菜馅春卷。不收戒指，没有春卷。喝奶茶？奶茶怎么样？没钱。我有钱，我特别有钱。好不容易周末，本来想睡个懒觉的啊，一大早被你叫出来，有什么事儿？您在广州住了那么长的时间，肯定是有喝早茶的习惯的。流沙包不好找，不过蟹黄包，上海这家是最地道的。林总工作做得太细了，连我爱吃什么都知道。您对中国区的支持，就是对我林睿的支持呀。我这个中国区代总裁，什么时候能够顺利转正，还得仰仗孟总的扶持。林总这个话说的，好像有点冠冕堂皇了吧？你应该早就想好了，说说吧，我帮你一块讨论一下。太好了，那您就一边吃着，一边看着。不错呀，这是个好东西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启动？我约了钉钉 App 的创始人钉钉，下周2见面。但你这个计划花销可不小啊，你的广告预算掰得开吗？这个方案，张小鱼也知道，所以方静已经去谈过了。之所以没有谈成，就是因为投入不够大。中国区的广告投入肯定是不够的，我需要亚太区的支持。在这儿等着我是吧？先吃饭。您尝口粥，快凉了。买多大的姿势？小孩衣服这么可爱，我都没穿过这么可爱的。好像有点不太合适，这个应该差不多吧。眼光不错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个大小
给我来件新的。好的。还有刚刚选的那个红色那套，一起给我包起来。再配上礼品盒。好的。礼物选的不错，菜菜会喜欢的。你又知道了？很简单的推理啊，在你的朋友圈里面，只有菜菜刚刚有了 baby。哦，还有你也刚刚又赢了你的前东家 SW 2个单子，所以呢，你心里很复杂吧？想多了。在商言商，我该赢，而且我也赢得光明正大。菜菜她在我刚去 SW 的时候对我挺好的，人家生完孩子回上海，我挑2件小 baby 的衣服，多么纯洁的前同事礼仪。就这么点事儿，被你得出这么多的结论，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呢，总是阴谋论。哦 ，OK， 好 ，Sorry， 我不会聊天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你品味这么好，你陪我去挑2套西装如何？我品味那还用说？陪你。品味好就应该选择我。文哲，我说真的，你穿什么都还挺好看的。据我所知，你和但丁已经彻底分手，你目前没有男朋友。反正我就是给我男朋友买的。那我今天没有，我明天还不能有吗？我就是喜欢这件皮衣，我想囤着。怎么着，你有意见？没有，没意见。先生，你的衣服打包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行，今天我任务也完成了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任务还没完成，你帮了我，我得回敬你。回敬我？现在几点？11点，吃饭就免了吧。还有，我已经约好了董小姐一起吃个午饭，下午去看菜菜的小 baby。对，那还有1个小时嘛，正好办件事儿。那你的审美品味其实不差，但就是不上心。那你看你现在是一个外企的销售总监，你得顾虑一下自己的形象，别老是打扮像个大学生似的。哎，我打扮怎么了？我形象，哎，这叫个性潮，你懂不懂？可爱萌嘛，差不多。那我对女装的品味向来不差，至少应该比你强。也行，反正还有时间，那你帮我挑挑。但先说好了，款我自己付。当然，4万块的皮衣，眼睛眨都不眨就买了，谁还需要帮你付钱啊？走吧，来，我帮你。啊？还可以吧？气质非常好。哎，朵小姐要到了，先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跟朵小姐认识呀？走这么长时间了，去喝口水吧。不会打扰你们姐妹聚会吗？我就是让你去喝口水，又没让你跟我们一起聚会。而且我们聊得那么幼稚，你也不感兴趣。走吧。大丁儿，哎，恭喜2位。你说啥呢？文章，真的是有志者事竟成啊。小月，说什么我发现没长大，你长大了。这样的成功人士，10个女的10个爱，这就是不跟我在一起的原因吧？但你闭嘴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干丁儿，你跟我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没错，是。约会网红那天晚上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会再喜欢你了。怎么着？今天非要再确认一下是吗？行啊，比你有钱吧，关键是比你专一，他还聪明，还成熟。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脚踏2只船，让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。温成，你说我怎么就那么……那你别玩我呀！
亏了我成天替你想辙，帮你想办法，像个傻子一样留在上海。丹丁，温哲，你要是敢欺负张小雨，我饶不了你。 谢谢你了。结果你还是放不下他。如果真放下了，你就不会和他赌气，不会故意刺激他。谁跟他赌气了？谁刺激他了？我就这样，我怎么会怎么来，我怎么爽怎么来。我知道，你只是拿我当挡箭牌。 所以我才要谢谢你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挡箭牌也有他自己的感受？我先不要说这些。那个，罗小姐到了，我改天再请你喝东西。小玉。 谢谢啊。噔噔，来啦！哎呦，董仙，你说，是不是你把丹丁招来的？那个，吃点水果消消火。吃什么吃啊？赶紧说。我老公的面子我总是要给的嘛。再说，今天但丁来，其实想是和你表白的。我的天哪！注意点形象，真的假的？你现在可是大总监，咱用词高级一点，高级一点成吗？不，那你到底帮谁呀？我真的搞不清楚了。你一会儿帮温哲，一会儿帮但丁。帮温哲呀，这还用说吗？但是但丁吧，我看他也挺可怜的。他可怜。你是没有听到他刚刚对我说了什么？他这次回上海，其实就是回来找你的。但他又不知道怎么重新开始，3天2头跑到我家找毛晓峰喝酒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半夜11点来我家，酒都喝完了，厨房那瓶料酒都喝了。我也知道，你也不会再要他了。今天让他来是好死心，省得大家都拖着都难受，对吧？反正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就是他跟那个网红女约会那个晚上，那是我这辈子最难过、最受伤的一天。但刚刚我见他，他还跟我说，我跟他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温哲。这个人啊，永远都长不大，固执、任性，还什么事都总怪别人。但是东东，我刚刚对他发火了。我跟他说啊，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脚踏2只船，让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。真命天子？哎呦，张小雨，你总算是想明白了。
了，我的姑奶奶！大姐，我这话是气蛋冰的，你也真信？哎，问哲也来了，盼晨呢？别找了，他也走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头就疼，聊别的吧。行，那我跟你聊正事啊。张宇，我要投靠你。怎么了？你要来 L&D？ 为什么呢 ？SW 的平台可比我们这边要大多了啊！而且就员工福利而言，我们这边也远远比不上。我吧，是迫不得已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这有人逼我走，那我不得不走啊。林潇潇，自从你走了，接替你的是以前南区总监麦文，可是他的 base 在广州，他又不需要我这个助理，让我去当什么修饰礼品牌经理。就那个林潇潇，还当上了大众日化旗下修饰礼品牌的总监。他是我一线老板，那你说我这日子怎么混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了都。行了，哎，我听明白了。这样，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小事儿，明天我去跟方静说。真的，太够姐们了。这个当然了啊，我去呢也不能空着手去，我会给你和方总带个礼物。哎，你不许下来啊！我们俩先说好了，你要做什么决定之前，你要先告诉我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当然啦，我会给你和方总带一个 surprise。等到你能跟我一起，我特别开心。我就喜欢做你的跟屁虫。一荣俱荣，一毁俱毁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让我们背的任务最多，资源最差，完成任务奖金最低啊？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在林潇潇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张小鱼的人。对呀，我每次报账找他签字，他都对我各种刁难，好像 SW 是他家的似的。奇了怪了，难道就因为面我的是张小鱼，我就成张小鱼的人啦？不然呢？难道你想当林潇潇的人啊？晚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，我难道不是 SW 的人吗？幼稚。不止那有的没的，我来问重点。去 LND 我没意见，小鱼的能力和人品我也愿意跟。可是小鱼在那边可是给方静汇报工作的，我们一下去这么多张小鱼的旧部，他能同意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方静的性格，能允许张小鱼这么培植自己的势力？你以为我这个董小姐只懂八卦呀？姐在解读公司政治的时候啊，你还在学校读书呢。别插话。姐在给你们上一课啊，在职场，没有永远的团队，也没有永远的合同，只有永远的任务。我们几个都是金牌销售，我们过去后打下的所有单子都是 LND 的业绩。方静那么聪明的人，难道他会不明白吗？我所说的所有条件都能兑现。行吧，那我们现在来表个态吧，走还是不走？走，我走。走。我也走，去哪都比在林潇手下强。好，那我们就以咖啡代酒，干杯！你手底下有很好的销售要跳槽。谁呀？谁呀？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是董小姐吗？她这段时间经常和我吵架，而且她本来就是张小鱼的人。按你的逻辑，你是谁的人？我当然是林总的人。哼。你是 SW 的人，董小姐也是。也许过去在某一个阶段你们是对立的，但现在
你们俩叫利益共同体，连这个你都不明白，你怎么做一个品牌总监？格局这么小。我懂了，真明白了。据我所知，想走的不止他一个人。我希望你今天之内把这件事情搞定。不是说钉钉 APP 要带着林潇潇一起去谈吗？如果他真是癌细胞，给的养分越多，长得越快。在我没有确定之前，我不想再当一次东郭先生，又白养一条鱼，不长记性啊我。这个林潇潇不如他聪明，却更喜欢破坏规则。现在这帮孩子的想法真的是搞不懂。我今儿看了一份数据，说75后职场人的第一份工作离职平均时间是4年以上，80后是3年半，90后是19个月，而95后只有7个月。离职的原因也是越来越奇葩，什么网速太慢，老板的办公室太乱，还说要是真心佩服一个老板，就心甘情愿地跟他干。我一对比，还真像张小鱼和你。干嘛总提这3个字？故意的吧？林总，其实我们都觉得吧，有些事儿真的可能是误会。你们？这个门指的是王磊吗？你们都认为方案的事情是我冤枉他了？没，我们是觉得现在的这帮孩子有点弄不懂。提醒我，凡是林潇潇领的任务、执行的计划、获得的资源，全部 CC 给孟总和中国区各高层。至少他犯的错不能让别人来背锅。我们先定好啊，我先提，接下来是 Betty， 然后 Chris 和 Tony 一块提，最后是 Mare。间隔时间不能太短，容易暴露，但也不能太长时间，夜长梦多呀。间隔时间1周怎么样？我觉得短了。喂。好。召开紧急会议，现在。谁开？林潇潇。都有哪些人参加？我们5个。怕什么呀？大不了当面撕呗。听说有些人想走，好像是。听说下家都找好了，可能是。可惜了，走不了。没关系，大不了裸辞。竞业禁止条款。这我什么时候签过？你们刚到 SW 的时候，有过1个月的新人培训，对吧？培训之后，签了一大堆文件，是吧？这份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相信 SW 也不会因为我们几个小虾米劳师动众打官司吧？别吓唬人，我咨询过律师，大不了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解除竞业禁止。打官司？好啊，那就看看是你们请的律师厉害，还是我们 SW 的律师团厉害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我的工作方式不得当，得罪了大家。今天在这里，我林潇潇和大家道歉。林总也批评了我，我也反思了我自己。我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林潇潇眼里心里没有1步2步，只
只有 SW 的员工。我们 SW 永远实力第一。能干啊，丁丁！1年不见，弄出了一个美妆 APP， 还进了排行榜。当了创业者，气质都不一样。哎呦姐，别笑话我了，我这就是运气好嘛，赶上风口了，顺带轮过 A 轮呗。不过我们公司现在发展也只能说是只在路上而已。我们公司的数据，前几次谈话你说想要看的，你提到的植入的事情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肯定会给林总最低折扣嘛。最近太忙了吧，一看就没有休息好，眼睛里边全是红血丝，笑起来都有细纹了。哎，我们公司新出了一款铂金的修复精华，特别好用，给丁总寄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姐，你可是 SW 中国区总裁哎，犯得着给我推销产品？再说了，我真的觉得特奇怪啊，这植入的事情不应该是你们公司品牌部来跟我们聊吗？哎，我有跟你说过了 ，LND 的方静也找过我。林总，咱们是好朋友了，我希望你直话直说，我们之间真用不着兜圈子。我记得我大概是3、4年以前就挖过你啊，我实在是太佩服我自己的眼光了，你确实聪明。OK， 那我们就直奔主题。你的 APP 确实进了排行榜，不过只排名在第5，上线6个月，公司亏了8个月 ，A 轮融资快花完了，压力很大吧？姐，我发现你把我们公司调查得很清楚啊。不过我就喜欢跟你这么聪明直接的人去聊事儿。咱们直奔主题吧。你们 SW 是不是想入股我们啊？如果你今天想跟我聊这件事情，那我直截了当回答你就是了。No， 不好意思啊，姐。我都还没有开价呢，你就 say no 了。一个不喜欢被钱砸的创业者，可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。哎呦，我当然喜欢被钱砸了，我恨不得狠狠的被钱砸。你可不知道，我上周见了20个投资人呢。哇哦，那就算我公司现在目前来说发展的还不错吧，但确实太烧钱了。你也知道，创业非常不容易。但就算我扛不住了，我也不能要你们美妆公司的钱，不是吗，姐？再说我们公司 slogan 就是分享私活。关键词是真实，真实。你刚才还在拉我植入呢。哎呦，植入这件事情嘛，那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软广的呀，但大部分比例还是内容的私活分享，种草拔草。要是你们进来，那我这钉钉 APP 不就成了 SW 的吗？原来我林蕊在你心目中这么蠢啊！我花了这么大的精力，花了这么多的力气，要把一个好好的 APP 变成 SW 的官方 APP。你呢？喝口咖啡，有点耐心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好啊，我们要入股，是要帮着你们做大。零售的本质是什么？多、快、好、省。你的短板就是这个。我们挑的东西还真的是挺不错的，那价格卖高点是 OK 的呀。所以已经有品牌跟你们说了，只要是上了钉钉的架，某宝旗舰店的流量就往上涨了。所以你们跟引流的电商谈好的，不在价格上做文章，实际上只是君子协议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最近确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之前跟一些品牌商在聊合作的时候，他们所谓的先拉高价格再打折，其实到最后真的特别难控制。可以控制。钉钉不仅能种草，还能拔草，不仅能引流，还能自己成为电商。姐，
其实就这个问题啊，我最近一直在琢磨。真不瞒你说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没那么容易的。走。这个，我确实应该好好考虑考虑。如果我是你呢，会在2分钟之内 say yes。我先约了你，因为排行榜上 top 3、top 4的股东构成太复杂，谈判起来会比较麻烦。但实际上我也约了他们，因为想做成一件事儿，不能怕麻烦，对吧？没关系，你慢慢考虑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那个精华液一定要用啊，真的非常好用。菜菜，别忘了丁总的资料。把车开过来，等我们上了车，他的电话就该来了。比我预计的还早了2分钟。Hello， 喂，林总，我总觉得您这是不是有什么附加条件呀？找你先聊还真是对了，附加条件真有一个，广告置顶。OK， 那咱尽快走合同吧。对不起。哟，你竟然说那个不是我老板啊，而我还是你的姐。我老板不同意你来。为什么？方静这么傻？我们5个销售个个都是武林高手，他要不要完成任务了？大姐，5个，哪来的5个呀？我只答应了你1个人。算了，不说，反正也去不了。你先说，方静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不是方静，是 Selina。我没有想到 Selina 完全不放权给中国区，经理以上的人事权全部都握在亚太区手里。没事儿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我就会想办法。有一家 IT 公司特别缺销售，我已经跟他们老总说过了。没事儿。反正我也走不了，我要说对不起就是这个 ，SW 不放你，意料之中的事。不过没事啊，你要真的想走的话，你可以裸辞。哎，今天姐真是被镇住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前2天 Jackie 约找孟总，向孟总抛出了一个他酝酿很久的新方案。他极力希望得到亚太区的支持。这个方案呢，是与钉钉 APP 合作，是打开营销市场的新路子。他把这样一个核心的方案全盘的抛向给孟总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他是要向孟总俯首称臣。那如果 Jackie 跟孟总修好的话，我就不用两边为难了呀。事情不像你想那么简单。他你也信？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，也对。给他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吧。姐不怕事儿，哎，但也绝不是惹事儿的人。那他毕竟是林潇潇啊，你自己多长个心眼儿，保护好自己。其实呢，留在 SW 也好，老客户、老资源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吧。再说，我和毛晓峰准备要完了。真的假的啊？我是要当小鱼的节奏了吧？哎呀，没那么快。我身体呢不是很好，不过小峰已经托了人找了专家，明天我去好好检查检查。我跟你说啊，别拖了，这次好好查查。喂，方总。小鱼，
你看邮件了吗？我还没有呢，我一会儿看。你先看邮件，然后赶紧回公司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钉钉新版上线，1个小时卖了1个亿。你们 SW 的产品排在了第1，我们 LND 跌出了前10。什么情况这是？你们林老板发大招了。为了直营，布局这么多仓储，这笔账算得过来吗？短期来讲呢，当然是交给代理商利润更大。但是如果用战略的眼光来看 ，SW 在本土建厂、发展仓储是必然的趋势。林总，我是不是该提醒你，董事会大部分人可都是急功近利的，而你的代总裁期，他们未必等得了半年。在你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，你要拿销售额说话呀。到目前为止 ，SW 是我职业生涯的唯一的东家。我还是更愿意为 SW 的战略大局去考虑。至于我的销售额，我当然也有我的考虑。哦，难道林总还有秘密武器呀？说一说吧。新版钉钉上线1个小时赚了1个亿 ，SW 的产品排在第1 ，LND 跌出前10。宣发费用，感谢亚太区的支持。客气了，一荣俱荣嘛。现在营销本来就是 SW 的亚太战略布局，这是个试点，我当然要支持了。只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仓储布局，这步走的还是有点太大太早了。除非你这步棋还有别的用意。我还能有什么别的用意？你做不到是因为你没有仓储。那你们 SW 仓储和物流不也是外包的吗？全国那么多经销商，就是帮你们分担仓储的问题啊。我在 SW 推了那么久的直营，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仓储布局。直营本质哪里需要这么多的仓储啊？我觉着直营本身哪里需要那么大的仓储啊？而且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，你搞这个直营本来就有点费力不讨好，现在花大钱搞这个仓储，更是华而不实。这不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情啊。所以孟总觉得我另有设想。那你说没有就没有喽。我只是着眼未来，我想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都摆在明面上了。而且你不觉得我做事情的风格一直都是这样，勇往直前的吗？你是的，但是谁要是真把你当成像孟张飞那样的人，那可是要吃大亏的。比如 LND， 比如方静。姐，你厉害啊！你这还真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那这事儿你准备半年了？练武之人有一句话叫“腰马合一”。网络销售带来现代的营销理念，理解不深刻的人呢，会被层出不穷的带货手段晃得眼花。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明白，真正的力量还是在腰上。我的仓储是你的腰。你这事儿已经准备半年了，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？第一，20年租约的 SW 的仓储，立马就能签合同，全国有28家，钉钉都可以分享。我用我的仓储入股，占钉钉20%的股份。第二 ，SW 只有建议权，不参与钉钉的经营管理。换句话说，钉钉还是独立的分享型导流 APP。SW 的软广会继续给推广费。姐，这事儿你能做主吗？事儿我都干了，你说呢？
你的这个仓储布局，这样吧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好。林总，等一下，你进来一下。有个事情，我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来，孟总，林总，钉钉 APP 是亚太区投的营销费用，也是我们亚太的一个营销试点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觉着应该由谭美伦来管理更加合适。当然，林总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这么说，钉钉 APP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也知道，销售额是以发货地来划分的，中国区肯定是大头。这个钉钉 APP 非常重要，贝伦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1小时1个亿的销售额，我懂。